来说，嘿，没有你的项目全部懂讲，再大范围一点，哈嘎，什么全部都懂讲。Juki 嘿，哎，你们3个难得这样笑是什么意思？我们认可啊。啊，看动人啊就紧张，怎么叫做安紧张？因为有按讲的写阿妹，有按时文的写阿婆的。在哪里啊？ get 會便秘啊，多數馬上會便秘。細好，虽然给结婚了，但是还是有节目形象。海鲜太丰富了吧？这真的是皇宫料理了。没有，既然是皇宫菜，应该就是要皇宫贵族当色的豆哎。天公公子。一切的都满意咪啦。不过100个台灯用个啥？它会加这些的，有点半煎炸了。哪边半煎炸，穷安煎炸，煎炸。真正我是全煎炸，没有半煎炸。Hello，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分享曙光，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宋百強。今日來到沒有呢個12，講到12呢，睇住感覺上到乜嘅呢？想到千，3億啊！哦，沒動就千。這是我爸爸的笑話，聽出來講出來。我們要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提前呢分享到秦玉鳳、齊師傅。大家好，我係鳳誒，大家好。撒哈羅有分享到係陸準兵陸師傅。大家好，我係陸師傅。啊，並購英雄。沙灘考慮呢，來分享到我哋做嘅係宋美老親嘅，叫下來參加。從書記老趙妹子，分享。好，撒哈羅嘅咱最今日係媽媽大嘅每一強下嗬，風皮轉落斷雨的。哎呀，媽媽好。哎，真的，苗栗人都好漂亮。12項目全部懂講哎。其實嚴格來說，大範圍來說，嘿，沒有你的項目全部懂講。再大範圍一點，哈嘎，什麼全部都懂講。Juki 嘿。哎，你們3個難得這樣笑是什麼意思？我們認可啊，對，都這樣啊。OK，罵啥嘿？宋梅罵啥嘿？真的。哎，我係宋梅。啊，宋梅安講哦。安講哦。係啊。安之聲。從書記嘿真嘅。係。啊，都12啊，到尾嘅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呢？比大家嚟小記係。12呢，係一個好山好水好地方，有團結，糯米橋，有木雕。啊，嗰個有一道嘅客家料理。家姐妹知咧，有乜家做老太小記係？有一期嘅 rail bike 嘛，鐵道自行車。自行車。有一期嘛？冇有一期過呢？你懂講哦，係哦，冇有一期比好去咧。問一下宇飛好了，誒，攞到生意兩片素材，我就買來做啲推薦抬高魚糕、魚食嘅東西。我以為你要問人家有冇男朋友，為什麼不問這一題啊？因為人家媽媽站這邊呢。你不是 care 這個的吧？我很 care 媽媽的想法的。哦，先講你哈，我很看口才的。來，預備起。通花餅。通花餅。我冇試過。都生意兩片素材，凍住麵係嘛？很有名的。大家都有講到誒，主要呢要到尾又係客家嘅泰鎮，而且啲下呢又係國際滿殺，故所來到啲到尾就留腳鋪邊買下啦。睇起大家比賽時間冇停腳哦，慢慢看。天天呢煮出好味絲來哈。冇問題。好，來看下第一出食材係乜嘅？好，撒哈羅打開呢本睇下看一下哈，來到生意兩片我試聽嘅食材咯。看你係乜嘅菜？黃葉菜，這我非常喜歡吃誒，兩味係算係亞菜之一咯。好，不過呢，來分享到今日種呀黃葉菜嘅牛肉，係呀嘅講潮熱子分享。光太姐，好可愛啊！係啊，看到一直都按飯字啊，還畢業哎呀。潮熱子要種哦，要好種冇，好鹹。好種，要細細咁下。就有色啦，啊！但是米土當粗，啊，這樣是老人家是唔係講黃姜菜，很幾嘛嘅，很幾日本風菜，我客家人特別細細唱都講到日本風菜，係啦，日本風菜，對，日本空心菜，對，我有講，從細到大，大家就安尼講，啊，後尾因為佢當好種插也會上，野生也會上，跟切菜佢就會上。但唔過熱食起來其實對身體都好嗬。細細個下，我爸我媽就講，要食得故意當好，按營養。啊，都那種買得到，凊彩這個田野
嘅嘛花盆係種咗個啥啊？都做得，係咪有哪兩種人做唔得食？有一種就係生唔嘅，野味冇生嘅冇做野味，野味啊嚇，冇你講生嘅嘅。嘅。結實結實結實嘅人，結實嘅野味結實。這一兩種人啊，盡量都冇去食嘅啊！這還有，盧師傅美的還有第三種音種。我以為你講是盧師傅有結實誒。還有哪一種音種得選？是保養音。係咩？飲食越強咧，冇吃到有些像天然的嘅人嘅膠原蛋白啊。哦，啊，大家會喜歡嗎？會啊，我超愛吃這個的。呀，鹽味。鹽味的清炒的哈，清炒強炒薑絲，吃看咧。好。誒，啲雪落去會滑溜溜呢？就係啊，所以講有些像膠原蛋白呀，而且有保，可以固胃啊。像個兩腳頭咪係安樣吼，就是那個秋葵啊。秋葵咪係啊，係。即係做個川雞嘅咁樣啊。係啊，今日爺爺菜都全部都清真的，固胃就對啦。都好食呢吼。讓我先講看，就好食嘛？好食，幾多好食？師傅很好食。等下牛豬會行較好食。阿蘭嘴咧，當好食，當好食。因為特別細細轉嚟炒啊，因為炒嘅有冇可能養生較多。最尾覺得問題我想問，怎麼解兩套菜按到這個皇宮菜，可是它屬於野菜啊？有兩種講法啦，一咧中國嗰邊傳來嘅講法，一咧就泰國傳來嘅，但是。結果就會全部講台灣皇帝子民要吃的野菜，清好嘅菜啊！好。馬上呢，就要拿日嘅暗針地位長菜黃姜菜來進行鐵管嘅料理挑戰嘍。屋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用菜地嘅指定食材。做出自家嘅素路菜，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一家之主上菜嚟。鐵管呢就拿下黃姜菜來做表現咯，馮翠帶來料理係乜嘅？遇見黃姜菜，哇！遇見，但係芋頭呢就冇個意義哦。對啊，等下再來看咯。好，咱最緊要做嘅料理係乜嘅咧？黃菜炒蟹八骨，簡單直白明了，炒蟹八骨，都好食哦。好，大家有信心嗎？有。現在開始把緊張全部拿掉，再緊張，等一下就會輸了哦。等下就結束了哦。對，比賽倒數3、2、1，搶開始。搶開始哦！開始了，開始了，他會緊張。他們已經全部宕機了，我們要想辦法把他們穩回來。剛剛沒講唔會緊張咧。那這樣我們還是不要過去好了。好啊。好，我們 skip 那我們下班嘍。係啊，我哋 skip 兩頭。好，我用嚟做一黃姜菜自家種的嗎？嘿，素梅你種的哦。係啊，你太緊張了，我好怕你切到手哦。不會啦，唔會啦。不啦，你自家帶豆咯耶。自家不開豆味啊？海帶安狗，哎，這個是不是越南的？嘿，越南咩？這超好吃的，我可以吃一個嗎？好，超好吃，我是整桶可以自己吃完。這個有，那個你要多運動哦。有什麼意見嗎？應該教練講哦，你要總得多些咯。不過你要五二就是那個遇見的遇嗎？嘿，有時間啊，哦，安尼較行動行走啊。給乜嘢你來報名呀？很愛報名誒。姑嫂你就來等下送梅腔下來。我送梅幫我頭多誒。佢話送梅姑嫂幾眼見狀都唔會講法。啊，專一張布記啦。布記啦。啊，姐姐，你自家報名，你還緊張哦。那一類是感應到誒。你心裡冇準備哦喲。我看到人啊就緊張。做乜咁緊張？因為有按獎的寫妹，有按時文的寫過誒。在哪裡啊？鴉片。散沙啦哈。那個雷夢會自家種的嗎？要買個東西。還有叫芋呢，爆笑米啊，芋啊，你係芋啊，玉米嘅芋啊，也係爆笑，黃色的爆笑，按你加落去生嘅，係所以按你包上來，但係唔做底料，你喺食唔慣啦嗬，我去夾食。唔會。我比較想知道你個雷夢自家種誒，還有多大嗎？還有一隻，唔過我不敢當多。我要跟你買哦。因為啲叫我豆是雷夢樹啊，難怪按獎。沒有啊，姐姐應該報銷差唔多係炒幾久啊？但是炒到去燥會變爆米花嗎？
爆米花嘅温度较高，冇辦法都按高啊，的你下问温度。题总得引进回答吧哈。系啦，梦意是慢慢的煎哈，我掉果开片看咯木哈。头款哦，它打开了。哦，妈妈你切菜切到冻油哈。啊，做嘛个吼？宇飞讲吼，佢写书啲食嘅网酱菜，佢印象当中系冇食嘅酱菜啊。因為佢隻芡，啊伊就全部先嘢做會夾嘅隻芡啊。哈，啊伊喺嚟做過一隻方式，做到伊通過以後，佢隻芡就會較冇按重。哦，我說先嘢就會感受。網醬菜吼就當然係蛋腸來炒啦，清炒。不過做嘛個會想到撈個石拍骨吼，強下來炒。營養較好，因為佢嘅較滑腸嘛，佢就會便秘啊。我說馬上會便秘。細細媽媽雖然去結婚了，但是還是有節目形象。嘿，因為佢細細就會便秘，我說就會用安尼，就會想講用安尼菜，佢食得就較。所以這道菜係因為宇飛，會，好是我們是，哎，對，我說我們就會想講哦，用安尼的東西。原來這道菜的由來是這樣好有哦。媽媽的愛哦。哎，珊珊走哦，又洗件了，又洗件了。哦。水果呢？媽媽你講得很開心，但如果你冇看到宇飛的臉哈，對。啊，等下這樣都做了哈。好，哦，可以火嗎？你睇火凍蛇哦。你係中火哦，我有睇到嗎？較地道哈。水太係240。怎麼既然都會緊張啊？哎呀，誒，倉小姐，誒呢個係檸檬，同埋嘅外用嘅那種你有乜㗎？黃色、棕色嘅檸檬。講嚟講，哎，用講嚟，哎，講嚟。嘅檸檬本蛋就會黃色咧，它那是萊姆吧？萊姆係啦。啊。月兒像檸檬，也係原生種啊。誒，你煙本講杯是按用慢慢嘅嗎？冇啦，馬人家當家，你做得試看嗎？我亂出的啦。海鮮太豐富了吧？這真的是皇宮料理了。沒有。既然是皇宮菜，應該就是要皇宮貴族當食得到哎。香港王子。你做得試看嗎？我亂出的啦。鄭妹子，跟你一半日生嘅頭膏啊，係咩？有都不考練習嗎？冇，冇咧，當日都在煮，煮油當伊無都係要煮出來啦。今日出菜先乜印象誒？一出出是喺牙春嘅上嘅，真係上嘅嗬。嘿，啊春嘅當橋，當橋係嘛行好我要老叔妹感情很好誒，好好哦。啊，流水呀，加些水，哦。加些水。真樣。我送俾人都天天的來，好啦好啦，全部都變好慢。係啊。係咧。差唔多了。咁你過去看你下大嘛。家都看一下爛水好，啊。來。哦。哦，這個看起來好好吃哦！哎呀，七甲中嘅呀，那個嗎？黃蓉菜，我看唔曉種菜，但是就用阿錢幫買。阿錢爸媽，開始你喺做乜雞頭路啊？我特別都國防部上班，那國防部上班啊。部啊。真的是被拿都腿槍的。背嗎？對對對，還有規章轉來咪啲，已經係特別細細豬氣啊，日太啊。好啦，差唔多誒，我們要來倒數咯，吼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試試看那鐵拐地度內部卡米西烤好食咧。哇，有個黃蓉菜呢，營養價值10分1個，先來試試看那風吹。我要幫我們自己加分一下，但選開檸檬是我們自己從小技巧中誒。哎呦。啱個呢就整個啊目標嘅營養價值咯，試試看哦。好好吃哦！素梅，你煮得很好吃。真的呀？好，看分析。哎呦，真嘅老闆，有食到烏味嘛？哎，排豆腐都好鹹呢。好好吃。紅隊姐姐，你們自己覺得嘞？好食。要包熟啊，當條，好食。
啊，算袂含我哟。真紧哈，真嘅啊！而且哈，这个网用出来有一个重点，姜麻有白豆，料料有炒豆，姜麻的网用出来就会最好食嘞。好，对不对？我唔错。好吃吧？真紧好吃。换吃蓝队。好，等下完全系咱水哦，咱水记两片做的系妈妈过的那种滞后做的哈。嘿，宇飞，你有小孩了吗？有。那你有煮网用出来给人家蒸点什么？有吗？因为妈妈不喜欢吃，就不给小孩吃。我以为宇飞9年级耶。没有，你看伊在动后上诶。还有我，谢谢。太搞吃吃看到嗯，好吃啊！因为我卡生冇啱合，唔哋要合也就要求面。唔这样才吃得到汪用水给人淹没。对，从修静你吃到嘞。很好食咯。哎呀，都有豆色也安尼甜盐的芽菜，身体健康。这样会讲，讲那些充电。所以我会当讲哦，有这样，啊，民族手指亲讲。好好宇飞觉得好吃吗？很喜欢吃。他刚刚说，我说宇飞觉得好吃吗？我很喜欢吃。我水也很冒水。好吃。哦，啊妈妈嘞？我自家煮的当然吃得好食嘞，因为其他都唔好食，但是我安尼煮，较无安尼黄用出来嘅用面丝，可能佢较唔会有长味道，自己煮较甘食啦。好，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来到了，提前的现场起司铺抢本分数。好，等下看一下阿炳哥抢本分数。哇！国际日本的哦。起司铺抢公平。俺摸本两片了吼，佢个雪白菇那个蒜头哦白香掉，啊，应该雪白菇落去炒，佢下梅头也会出来啦，吼，啊，俺本两片吼真的是有遇见皇宫菜，佢而家遇见的部分，另外炒过再跑回去煨一下，佢个遇见又出来，跟芋头的梅又出来，吼，所以俺本两片，是吗？阿炳哥嘞？那个你好炒到也是在甜味好甜呐，你好是正常去做加冻到冻死下，因为又会变到主角啊配会比例的问题，而好注意到么其他的做了好多变菜变好少嘞，样啦，好啦，其实唔过睇睇嚟讲，呢种煮到非常的好食，重点呢系那个。黃姜菜呢，營養價值當高，煮出不卡米絲就會充電。不過接下來呢，今日盧師傅就會變化出馬料理，係睇起來想唔到嘅呢。種蒲素滷菜。好，一個黃姜菜呢，想必盧師傅帶來的料理應該沒有這種皇宮等級的料理。菜名係乜嘅？三線黃姜菜。哦，抢风用的地北独感应吼，就是各种海产都会吃啦。三鲜，因为那有龙虾吗？啊，龙虾用烟种狗的啊，香螺的啦。螃蟹呢？螃蟹用种狗的啊，香螺的。可是这些我们也有用过哎。哦，虾贡啦，有的发鲫样的。哎，啊，其他的食材还是要介绍。重点嘛，黄姜菜，还要配到咧 SO 酱。哇！姜嘛，切油嘞，哦，还有咧，头妈都配色嘞。那这个是跟蓝队借的，就对了。加，冇，我加一种点，难怪我准备一种。还有要等下会配到要切啊破过的咧锅巴，等下会做锅巴。好，先控起来，冇变看到。好，先来走了哈。好，4位美女有问题要立刻问哦。哎呦，漳州的福转鱼注本欣赏色啊！你家菜都油油哦。切油油。做嘛也个入黄姜菜，切到按油咧。因为做创意啊。我是加个粉按到其实吃人有咧，好黏液会做出来。師傅想問一下，家嘅你喺外頭買嘅毛渣安樣渣？买个东西，呀，一定会温度会好过掉，而下伊冰下伊的时间，伊个轻点放去就油带下，放去面会碰去了样嘅，哎。切好之後，先同一下蝦公。哦，師傅你阿要。哇，嘅蝦公很太米哦。係啊，係哦，你係炒蝦係嗎？係炒蝦。哇，很貴誒。像我們師傅按樣啊，當我鮮的都按新鮮的。
你就时常起码前吧，嘿，前吧，你的前有大好肚子都会卖好排妹的。你去学话，我特别唔敢说，迄因为佮想你当冲。而且他失败率很高哦因为上次我下去有的就出手哎。系啊，就有一家所以应该你会先痛过啊，然后又硬一点点，你会便宜分。好，那下鱼的时阵实在灌火，已经进入好咧，那样因咱们会调熟。哦，样做些倒一类咧哈。创首先开始喊做咧讲你判断嘅虾讲有气啊冇气。你做咧看见挑啊，假是就风的是摸气的摸卖的。有些老板会说哦那个是高哦，骗人的。偏向一边咧，有美白菇，还有SO 酱啊、姜妈都有穿冰下鱼哈。姜妈到 XO 酱先来炒，炒高之后再来加。啊，做嘛个你要吐出来会加 XO 酱啊，有一只香梅啊。假是不看么俩酱啊，做啲话嘛个酱来变化嘛。哎，调丝啊、调腐衣啊，咧都有穿未做得啊。因为有讲到咧，讲出来讲有，你唔敢食的，是你是请一只香梅去芹菜梅头样因。很香哦。好，加点胡椒粉。胡椒粉。其实哈，今日来参赛全部都是妈妈，应该妈妈最会煮菜。今天是来看一下泥酒啊，男师傅谁来煮菜有合乎你的口味冇？哇！系啦，咁你冰酒出来一样冰的啦，哈。煮系吗？系太少了。系啦。对。哦。哎，用菜有冰到的感觉啊。对。不要挤那一滴，有放等于没放。你下菜系最尾长在冰吼。阿姨炒，你下下姨勾芡一下子，芽菜有松嘛？忙啦，哦。你长冰阿姨呢？哇，精华。你有练吗？这个还不用。不是啊。嘿，那是海参呢。海参的筋也不错啊。那是你先请。等下炒红，跟人我洗洗。像煮俩套菜个时阵，听出来加水系嘛？加啲水去后面啊，或煮面来啲调味料。本身应该 SO 酱是有咸的，所以你用的调味料要注意啊。哇，家个胶质已经做出来。吃人有胶质，爱你是不是用了的便宜粉？因为讲冇胶质上会用便宜粉。那应该不是，吼。不是。好，第三下鱼啊。哇！海鲜太丰富了吧？这真的是皇宫料理了。没有。改下个偶尔有先不用便宜粉吗？有不用便宜粉。难怪按台炸的，冇变色色。因为哈一点点香油。跟乜嘅啊？香油啊。香油。差唔多咧呀。还有咧，토마토配色。配色。好，做得了。哇！这个而家就会跟他讲诶吼，跟饼啊，锅巴，来。等下雪嘿，用慢雪。锅巴会用大下咧淋上去，开点开三强下雪。啊，正经系皇宫料理。没有，很香哦。三鲜皇宫菜。按钮就好些喽。一切的都满意咪啦。我100个台灯用个啥？它的咖喱蟹道，有点半煎炸啦。哪边半煎炸，穷煎炸，煎炸。更正，我是全煎炸，没有半煎炸。好，第二次呢，三鲜皇宫菜。既然是皇宫菜，应该就是要皇宫贵族当色的豆哎。天宫公子。好，出题目，出题目。好，考题目了。很难聊天呐。有没有考他这个问题的哈？
3年润佛两节诶活动哈，绕哪种信仰有关系哈 ？A 是土地龙神 ，B 是五谷大地。请先不要讲答案，先猜拳，不用都行关度吼。剪刀石头布。哦，好，窗时间快点来拍一下脸，拍一下云脸。佛两节哦，都帶老媽嘅有關係，土地龍神也係五谷大地。确定好听。啊，好，廖道前 A， 廖老師走在前 B， 好，我看一下哈，都在答案呢 A 也係 B 咧。答案係 B。五谷大地啊！啊，我还看你一副自信笑容嘞。可是只有客家人有拜龍神啊。哎呦，土地龍神。哦，講看。家面啊，老兩誒新好天位到因老新嘅事件，好反映出啊客家人對新嘅尊重，好借由五谷大地嘅祭典，進行咧強亮同亮嘅儀式，祈求平安。拍攝啦，好姐姐。報告。哇，馬上個我不依安多。這邊還有3個人哦。哦，翁姜菜來咯。好，繼續啦。師傅要怎麼吃啊？你昨天告訴他。昨天那點呢？鍋巴叫下佢羅哋登色。嗯，那天那點叫下去。看日看得色是暗好色。哎呀，看人家的生來就飽了。哦，講口感，有吃有講評，謝謝。宇飛現在講好了。因為我不喜歡吃黃光菜，可是第一次知道說可以這樣煮，覺得好好吃，看起來就而且那脆脆的，配起來很有口感。係啊，我們的碧珍姐咧。哇，要按好色，因為我哋頭邊唔咩按嚟炒，都簡單像炒椒麻毛就炒蒜頭嘅呢。哦，也做嘅強人家做的炒嚟。係啊，非常的澎湃哈。還有哦，這個名字真的是動場嘅汪用出來嘛，個圈肉嘞，最厲害啊！我根本想過，哎，這個鍋巴啊，本來是配電視吃的，你睇昨天配後嘅3強發現，係哦，係咩其實無？有該配該鍋巴可能是到凍好時，有吃到脆脆，口感有是到海味，像比該大海裡面，該燒來燒去的味道。真假的？反正會燒來燒去啊！味道不喊麼？誒，鍋巴每次是崩盤呐，你就盤3個樣沒做對啦。凍好些。哎，該下嘅比賽，比分是1-1，好偏少。對。就實實是啊，啦。咱吹就食飽嘞哈。食飽咧。等一下，我準備會讓你嗎？哎，好。我們風吹當準備後 C， 因為我們現在血糖比較低，待會就是全力的爆衝，馬上就來金行最杯米關挑戰嘍。藝係太中譜，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就自家嘅口味，做出自聽嘅菜色。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到底哪嘴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你誰來上菜了？哇，又到了料理接力賽的時間嘍！哎，我們這個節目啊，真的有大仿效的效果。到布卡迪度那邊呢，爸爸媽媽聲也全部開始接力了。我在家裡練習也是好了，都節目當播要都蠻緊張練的。習厲害，吹聲係乜嘅？好，首先係酸菜炒麵腸。啊，今天棒次看下，馬上要直現來。接猜了哈。好，你先。好，兩邊好嘞。好， 1、2、3，第3屆。恭喜恭喜！黃英。 1、2、3。第1屆。恭喜！恭喜！沒有豬肉嘛哦。係冇。馬上就來金行踢感館的挑戰嘍。好，比賽馬上來倒數咯，3、2、1，搶開始。哦，看民主節安寧靜哦，先看該點。佢哋做法冇強龍嘅。放開咯喲。哎，這樣子比較入味。哦，一聽出來用白嘅，總得用切嘅嚇。用切的都蠻入味啦。不過一百嘅太頂用嘅事。應該賭好啦哈。因為我們這邊嘴巴都比較大。太地就再白下太地。啊，鹹菜乜人做嘅啊？乜人？
阿宋美做的。阿宋美请做的哦，係啊，加分吧。宋美请做，阿宋美胎，阿宋美素婆胎。伊做下胎，其他条感觉煮的比人家个行较少，是不是？是。啊，等下就射過咧嗎？要哦射過嚟，射槍嚟，哦，因為做幾多渣？兩隻，兩隻。恰到。好了，我建议木子翻弄应该片啊。好你要看一下嗎？你要看一下哈好，Eddie 哦，姐姐做的怎麼樣？來藍隊的。哎呦，你看，你係用白嘅，兩片都同樣哦。因為媽媽係唔會做指甲的哈。哦，佢哋係喊出嚟自己做嘅，Eddie 個係喊出嚟。用買，因為我媽媽做前咩同我做，伊下佢中風嚟看，做無辦法人嚟做，係去年中風。所以要體諒一下。係因為佢做前我媽媽同我做鹹菜哦。其實客家的媽媽哦，都是會做這種鹹菜料理。係對。所以應該會先煎啊，先鋪啊，先切切煮。先煎，啊，鋪會先開嗎？愛愛啊。哦好。我油會多嗎？愛解絲的油。哦，梗係是啦哈。係一三音做甜咯哈。一三音做第哈。三音做，哦，你係食味素係嗎？係哦，原來係，哦，又學到咧，又學到咧。做得先不用係，落做得先不用怕哈。哇，因為有時間油啊解嘅絲的，係啊。油啊，他會加這些的，係油通色，有點半煎炸啦。哪邊半煎炸，窮很奸詐。真正我是全煎炸，半煎炸。因為要第三棒係薄纖，所以你嘅動作合腳掉。我唔係，高分機我高分機是慘咧。哎，兩套菜嘅媽媽私房菜咧。帥哥同我咪，方案到位應該會好。好，都會講嘅，都好咧，好咧，走咧，走咧，我看啱啲狂雞片咧，你看看豬豬啦，啱啲狂雞片。哎，你可以是煎咧，我先做啲炸豬，不應停停不用你查，聲音啦。啊，你剛剛不是這樣建議？我們有我們的步調，而且我們有阿叔婆。因為雞片已第三棒，啊兩片沒第三棒。我是最棒，最棒，唔係第三棒。你是最棒。聽一個係馬莎。嗌。好，哦，切呢。4、3、2、1。時間到，家婆，阿叔妹不能繼續。好，聲音哦。啊姐姐，你要做乜嘅？切。切，較脆啊！看起來除了該顧個以外，全做差不多咧。阿叔婆切做，好吃哦。哎，非常好食要投我們這邊嗎？我聽下嘛。唔會，杜好，正經係杜好誒。杜好啊！高分機是第。哎，我想到阿婆呢。我上到阿婆啊！會啊！你不要再哭哦。阿婆同我做哈。之前你大概上到阿婆就會叫，但係我要講係叫保護。叫保護啊！他真的是叫保護。你講到一些點，我就會叫出來哦。好，我趕快走。好，那就狂雞片好咧。過去。注意哦，我手波啦啦。哎，宇飛，你就用個辣椒啊，用會這樣子啊？它是淤青嗎？是吧？我估一下哦。冇估到啊，我手踢。嘿，雖然我本機擦咁個香茶係受無啦咯。宇飛在家裡有甜手嗎？有哈。而且你會做媽媽。哎呀，他就成個咧哦。對啊。都後生。做媽媽應該都會做。這樣子，你看。啊？30幾歲了。媽媽給他一點尊重。對，你之前變一點公給會，是哦。對，不要再吵下去。年紀也講出來了。20幾而已。20幾了，可能出來，可能出來。我們可以挺劍啊。我們的挺劍第三棒的薄纖哦，都有注意哦。但是我覺得。不一定要見到長會好食。好，啊唔過有時間嘅，應該。唔怕。佢一定要見到哦。係啊，甲鹹菜其實係客氣。鹹菜啊。鹹菜是南回炒。南回炒係啊。對，炒好一張瓊下肉。做乜冇瓊下炒喏？瓊下炒好用啊。就係像喺路頂瓊下炒必香啊。哎呦，辣椒唔是很對啊。老要前面把那個先。比個鹹菜好。好，那隻狂雞片好咧啦。好。天天剪一下。轉那個時間。都有一些炒。好，這樣。
还好，对不对？还好我有感你有看觉，有我感觉刚有湿气，所以我赶快先啊，用水，对。你有会处理吗？系啊，用啊袂冲，卤嘛，用啊卤嘛，哈，用啊卤嘛，用爱卤嘛，用唔是卤啦，唔是啊，哎因為而家烘出來是本身是凍烘的啊，吼。哎，咁報告喊到冰酒嗎？做得啦，做得啦，今日用不用的，这个不用挨下，才会有一些擦擦靠的声，嘿嘿嘿，你不用等怕，兩點半。你調濕rồi那用，我講完我出過來，唔是講，最講叫導彈聽聽，假使你這樣叫有煮火，那你溫度冇難過啊。可以，好你不要再給我們建議了。啊，國際慢城預備器。你還會標嗎？該？呀，玉米水，等一下，要不要再讓他煎一下？好啊，剪到因為對面啊哈，有一些擦擦的，唔好安尼，你很麻煩呢。哎，其實在。哦，那你那個肉就是不用啦。係啊，你唔愛啊，叫半日就熟的啊。哦，對，哎，你安好哦。阿叔咪親口言下，嗯。哦，係矮係係矮。哦，還忙到，還忙到繼續做，怎麼的？你香菇行去揸個棒冇？哎，一，好，問題三三。看下有人夾表冇，我別高拆掉嘅冇，也唔怕。曹書記，唔怕。好，我用我就會出吃步啦。辣這位按夾落會調辣冇？誒，辣到人就都講，哈，我好識解喎。好，OK。俺炒凍，加點水，俺炒凍上太沖嘅哦。加些水。怎麼有一種很趕的感覺？係啊不會趕，不會趕呢，不會趕呢。冇緊張，冇緊張。要鹽，嘛該時間來標。等下鹽米加下上來，哦，水係啊，按夾落水嘿，你有嘛㗎？油唔啦，會調到油冇？好，我們來去看張博切一下。好，豬肉我有熟哦。嗯，好，來。有啲喺外嗎？加一些些冇上講，不用一些糖，不用一些糖，好啦，糖到咧。係來，裝蒜電動呢度咧。係用吧。好，係來，姐姐鐵皮夠大哦。係，我現炒我覺得那個必整劑凍泡假糖呢。因為我就冇用米酥。啊，你用通訊做對嗎？你用通訊。注意啊！冇乜少睇咯，用加一些糖。你看，家下姐姐表到又擦擦的哦。你看，姐姐表的哦。用加一些糖冇上。看起來你比他當大然要不用挑油，因為挑油冇磨到啊。好，你通些的。不用一些水，係，不用一些水啊。你老大家講做嘛叫加湯。我洗幾檔冇係冇高麵，我估上嚟他冇用米酥。因為你下還會加調油啊，兼幾會調鹹啊。加一些，不用一些水。咩？姜雞調香有不用調油啊？咩？手機會加湯。我在問他說為什麼要加糖啊？啊，加一些水就唔會咧。好，調油喺外嗎？加一些些冇上講，不用一些糖，不用一些糖，好啦，糖到咧。你整劑等下米都水全部移開嘅。水好水加加炒到嚟就好嚟炒熟水。碧珍姐跟錯隊了啦。唔會啊，家下講誒，因為佢講吼，兼幾會調鹹，所以嚟加湯啊。那個調油也不必上色啦。係必香。係啦，好，加油，保重，保重，加油啊！保重。不要急，不要急，你再急了，不要急。唔怕，還有時間哈。這樣子豬肉會鬆冇，唔會搞個咬記嘅咧。別冰等一下，別縮一下。先聽下，先冰咧。對，先別冰等一下。你有嘛㗎？我吃米頭嘛。調油，喊到嘛㗎？喊到乜嘅嘛？冇咧，冇咧，按手好哈。係簡單就好。好。吃米頭，吃米頭。你有冇想講你有個水梅當冰嘅？係按用嘅豬肉冇鹽米，但係唔識做啲米絲嘅。哦。吃米頭哦，驚怕豬肉會冇鬆哦。所以你等佢熟時候嘛，哈，啊時間差唔多咧嘛，係嗎？我確定肉有熟，整個了去了，拜託。米頭用。
要不然苏美吃看看。忘记是对。好，我们现在倒数了哈，倒数了哈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下最关谜馆，奈布卡张海烈太中谱嘞。好，这次料理呢，做得讲是妈妈的料理比赛耶。因为这道菜呢是当正统的客家料理，那可是呢，我还是要帮我们风吹的加分一下。我们的咸菜是我们姐妹姐阿叔婆给自家做的，吃吃看。好，莎莎老师，一定要吃到我们的咸菜，用夹的不够大气，用汤匙直接大口大口的吃。贵盘那个伊未做得咯。对，太高了，吃吃看呐吼。好。哎，我要咸菜很好吃哦。那咸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咸菜，我跟你说，红队先不自己讲，碧珍姐你起来跟我看，要咸菜用吧。咸菜好食，嗯，咸菜好食。冻薏米哈，冻薏米，不然就見團香蘭水嘅好食。有誒客家面咯。宇飛呢？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很入味，很好吃，那个味道。好吃。客家人吃到这个，就等于像补血一样，这就是我们血液里的味道。真厉害呢。我究竟你吃到嘞？很好吃咯，要咸菜又当菜，要面肠又香，咸菜再来一些嘞嘛，很好吃咯，又菜又香。小妹姐你吃到嘞？好食好食，因為講好食都我都補我食緊嘛，好食啦，好食。這個腦袋對啊，你哋係咪係要加便利款啊？冇，那它那個尿也從哪裡來？固誒，水質量的多糖體，那感覺落該用嘅梅絲咯，全部包落該，在那個面窗嘅外圍，對，你儂我儂都好食。對。有嗎？大家都更有客家精神回來了，有血液都進駐了。真的。好，你下完全下冷水嘅血液，冷水做得咪凍好哦。家下吼，碧珍姐就講，原本用媽媽做嘅，不過媽媽你下生病啦，吼。對。可是你們比較有風險，是最後面給張伯謙調味。唔會，我吃到係凍好。你等下吃看，你就有啲咧。好，我吃看啊。越香嗎？家下阿姐哦，佢吃上來哦，水母還會淋一啲啲嘅香油，讓它亮光，還有增加嘅香味。怎麼記？阿叔寶，因為你都要到畢業最資深，你不是給他得一起嚟自投一下？哈，所以非常嘅好食，真嘅，十分嘅好食咧。冷下的話，你都就冇中央，你看當香，當好食。你看客家人就是這麼謙虛。係啊，我吃到呀哈，唔但是好食，飯都添加2碗，真的，再加2碗飯，係啊，都很好吃啊，當好食呀，又有加個切元菜，都香。阿梁生強，自家講一下。因為我特別煮安尼煮，古時候生嘢是都，因為叫了帶飯，記住吃到講安尼較炒飯，真嘅，比較下飯嘛，較食得落。係啊。韓劇和你最厲害、最厲害，大家冇講到，碧珍姐見到該面窗見到擦都好食，真的很厲害。今早嘅時間我都了，列出按正統嘅客家料理，馬上先來請齊師傅搶分數。冷水日本，阿叔婆嘅款啊，邊個拜託你搶分數？2分，哇！阿峰哥講看，好，我咪半年一片咯。看等一片講。我咪半年一片吼，我係想話吼，佢個醬香味都要全部都出來。你從個炒個鹹菜油啊，吼，炒佢個梅頭油炒出來，還有個層次感啦。吼，我冇半年一片嘅想法吼，是講吼，佢個鹹冇個層次感，個鹹菜。你說我們沒有層次嗎？冇啦，佢個鹹菜可能係炒冇辣椒啊，因為佢個鹹菜香氣冇炒出來，是正常的按用嘅啦，吼。是冇。阿邊個你咪會看改片咯，吼，來預備起。面最主要是面窗伊冇電落擦樣，因為可能調緊裝伊，準備嘅東西雖然凍澎排，但係它以做法咧可能。
好紧张，没有你可能应该拿东西的本科来处理过，但强下下起来，我是变到你后背做到冲球咧，面窗开始高体伊咧，因为你有忙熟。所以要紧做，紧叫，是不是变高样？俩老师正操去变东西，后又别向，然后又爱变，向门又赖出来样面。对啦，唔怕啦，又好多啦。唔过讲真嘅都懂有米头，真嘅，他你把两家人就是做好朋友，就每次含出去做得特别整齐啊。你见个面窗咪做啲假蹦迪都是。对，你要看跳有没做家人你来用一下，这样香味都有，好朋友，真嘅。好，俩比赛出来嘅。风吹得到1分，蓝吹得到3分。恭喜！哦，咱最让了哟，3千票给加水机，恭喜！我们这边等候很甜味多位哦，鼓手来送牙嘅韩式清亮砂锅，做的专一煮这个人参鸡汤啊。好，恭喜！恭喜！我大家团下，不但抢系奖金也奖品哦。哎呦，老板有加码。来，你要嘿这个红砖介绍书，还有这个健康御守。哇，谢谢。这个大家胖甜甜。来，现在红砖手机8口全书，涵盖下嘅用美用红砖雕刻的下嘅御守谱啦，哈，保佑平安。恭喜！好，撒下来问一下哈，咱这个阿坚哈，碧珍姐嘅那个得奖感言上好的吗？本来就有一种机会，哇，上天是第一杯呢。第一杯哦。哎，第一杯来也到做菜，故说冬天。你给当紧张，不会啦。我觉得实力展现，就可以干下见跟面窗来虚接的，你完全唔会紧张的，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就见到长来表东西安哟。因为天数上会养。不过今天就天数到了。嘿呐。好，谢谢。宇飞也问一下，我怕我再问下去，我会太开心。宇飞你也讲一下，今日来参加就蛮感想哦。开心呐，大家都很开心，煮菜就是快乐啊。对啊，然后。而且煮起来的成果还不错，有你帮忙。谢谢。杭白假是很有机会吼，两沙强下来，好吗？砸来拿奖金。好啊！恭喜！谢谢。好，三下回本重修记咯，你摆参加虽然讲一开始较紧张，不过两下呢，后尾都表现都当好诶。老太讲一下你摆参加的心得。来要参加一节目，好多真道师傅，他个安子说，喊110个来比赛。怎么去要不要参加心得？老太太讲一下。因为第8来参加呢节目哈，实在感觉以后够啦。以前当作一紧张，第8参加轻紧张。唔会啊。但是很多人都唔会紧张呢。好，后尾表现都当好，恭喜！很谢谢。谢谢。好。今日呢，亚个比赛吼，我们算是呢拿出亚个最传统的客家料理来比赛，两组都表现都十分的好。不想睇自家看了报名了，看了好是不？系啊，尤其哦，系礼拜非常难得哦，做啲来到国际漫城开堂，咁样天来做，天来表现自家不客家美食，所以今天非常欢迎所有来自台湾菜系的各家味道来表现自家不客家美食哦。大家都报名参加好冇？冇唔错，一家之主呢，天天睇自家看下来挑战，看下来好是不？一家之主，你下礼拜再见，拜拜。